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个有几分钟了，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感谢俄罗你。主啊，阮感谢你拣选阮，互阮会当真做你得到福气的囝儿甲查某囝，日日享受伫主内的眷顾甲保守。无论阮伫叨落做什么款的代志，主你拢教阮三甲之地，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亲爱的主啊，阮只是要敬拜你。主啊，你是阮四围的盾牌，无论什么时刻，你拢保守阮。我们透过今早起的礼拜来听候你、亲近你，阮的心要全然你。我们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求主帮咱保守阮，互阮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互阮无论伫叨落，阮的诚心的敬拜会当合伫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耶和华啊，我心无骄傲，我的目头无悬，大项的事甲指标想袂出来，我毋敢行。我真正互我的心平稳安静，亲像长年的囡仔。我伫伊的老母，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亲像长年的囡仔。以色列人，你着仰望耶和华，对即时到永远。咱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47首，圣诗第47首，请起立来吟。请坐，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的上帝，愿学了你，天离开地有我尔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我尔大。当离开西有我尔远，你互阮的过犯离开阮也是遐远，因为你的恩典。你无留落一项好物无互阮，主啊，阮要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你诚做阮的主，阮的牧者，阮的力量，阮的帮衬，阮的保护。主啊，阮要学了你，主啊，阮要感谢你，阮特别感谢你赏赐你的囝，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阮，死伫十字架顶，因为主耶稣基督。受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因为伊受的鞭伤，互阮得到医治；也因为主耶稣基督会给我带互阮去我的愿望。主，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无比的感谢。主啊，阮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你总无弃杀阮，因为你的慈爱是一生之久。阮感谢你时常听阮的祈祷，而且照你的美意来成就伫阮身上。阮要感谢学罗你，主啊，阮恳求你继续帮助阮，互阮伫疫情中间得到完全的保守，互阮伫出入的中间得到保护，也互阮伫欠缺的中间会当仰望主来得到完全的帮助。求主赐福因带阮，互阮专心倚靠你。主啊，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日，阮也要为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玉山新学院献上阮的祈祷。阮恳求你甲新学院所有的师生参加伫咧，特别伫疫情的中间，伫教甲学的过程，有愿会当顺利进行。阮恳求你祝福每一个学习的人，拢会当有谦卑学习的心，毋简单只较无知识，同时也有智慧，知影安怎运用知识。愿恳求主赐福所有的新学生，互因会当热切追求公义甲真理，互因知影安怎抵抗这个时代错误的价值观。阮也恳求主，互因有同理心，明白人的需要，将来投入教会或者是机构的服侍，会当贡献家己的能力，服务有需要的人，成做荣耀上帝、利益正人的人。主啊，阮现在也要诚心使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天灵。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三甲来交托启示文第19篇，诗篇95，记载伫圣诗后壁面29页。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叫咱的招跋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咱继续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49首 A 调，圣诗第149首 A 调，请起立来吟。Amen.
请坐，这是咱要请西罗亚诗班来献诗，因所要吟的诗是来就跟我。现在，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21节到26节。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第185页。彼得接续讲，因为安尼，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加入咱的行列，做伙做主耶稣搁我的见证人。这人必须要是当主耶稣伫咱中间出入的时，就是对行洗礼约翰开始到耶稣被接受天为止迄段期间，对头到尾拢甲咱三甲之地的人。所以大家推选2个人，就是约瑟甲马提亚。
因祈祷讲：主啊，你知每一人的心，求你指示阮，这两位中间，倒一位是你所拣选来取代这个使徒这份的？这份犹大已经弃杀，到伊应该去的所在。讲了这个话，因抽口，伫两个名中间抽出马提亚来，伊就加入11个使徒的行列。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咱邀请到玉山神学院前的院长董春发牧师，要来分享信息。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正做上帝的礼物，正做上帝的礼物。敬听的牧长、长执甲全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董春发牧师，捌玉山神学院读册，后来服务伫玉山神学院25年，最主要2000年到今仔日，伫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来服务。虽然我离开玉山神学院，总是我心目中玉山亲像我的老母一样，所以当年的5月15天，我拢以尽力来协助学校甲教会感谢请安。今仔日原来我真欢喜，会当亲身代表玉山神学院师生来到咱双连教会来致谢请安，表示对教会对久长以来同款支持奉献予玉山神学院的事工。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配合教会的计划，以视讯的方式来向众兄弟姊妹请安，分享使徒行传1章21节到26节的感动。今仔日我用正做上帝的礼物做题目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分享信息的进程，我要用片仔来分上帝恩典。这个片仔是真特殊的，这个甲我的感情真特殊。这个片仔是封台了后，遐个跌价叫火车来阿当已经去做这个判国国。总是我发现这个尾仔的所在，也有一节，就是我手中这个这个跌价。我摕倒转来了后，我就把互他了后，装这个空来分的时阵，对这一当分出真好听的声音。伊就甲我做伙去倒位做见证，我拢掠这个碟仔已经判过的尾仔的这个部分，我来做乐器，用片来分，就表示讲来用咱的性命，用咱的气，用这个无完全的我，总是上帝也会当祝福，互上帝恩典满满伫咱中间。这个时阵，我来分这个上帝的恩典。
感谢。对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内面，真清楚来提起主耶稣大队开始传道，就建立了伊的门徒学院，亲像行水的约翰一样。圣经甲咱讲，已经有最的人跟对行水的约翰，总是拄着主耶稣的时阵。伊就对伊学生讲，看上帝的用过，并且互因来跟对主耶稣。其中咱所知影有安德烈、会西门、彼得，所以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阵，因为行水的约翰的准备已经备办好家己跟对伊回应主的呼召。所以伊的门徒学院的学生接受伊操练、体验、参与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其中有12个人，互主耶稣呼召做使徒。当时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唯一的遗憾是犹大离开这个积分，家己的所在。这个是宣告事件，使徒团体甲耶路撒冷母教会的破局。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爱专注上帝的作为，伫迄个破局的中间来做信仰告别。使徒行传1章是有关见证的准备。主耶稣基督通过圣神来陪伴门徒，做伊国话的见证。所以第1节到11节的控制圣神的应允，关于着主耶稣对死国话到上天的事件。12节到26节是伫耶路撒冷教会甲门徒团体发生了这个遗憾破局的这个事件。门徒团体爱自信看上帝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用信心以祈祷来参与上帝美好的旨意。对于今仔日的经文，我欢喜分享3点我的领受甲我的感动。头前有破局的圆，第2项是做伙来扬钱主的羊群，第3项上主叫马提亚得到这个结婚的历史意义。通过这个来学习到做上帝的礼物。有破局的迄个圆。咱讲较圆的时阵，咱河顶完全10个人到10个人会当真事实来齐做伙。那12个人嘛有12个人会为这款的完全的圆。总是咱看见耶稣的门徒12个是完全的数字，咱会当期待因来全力团结做伙。做见证，总是这个团体出现了状况，犹太离开伊的积分，家己所选择的所在。这句离开使徒的积分，这个离开这字耶撒尔，是用来对应着主耶稣为着伊所听的人得体。来离开伊伫天顶的位，来降世做人。搁伫约翰13章1节所讲的，因为听人到底死伫十字架顶的这句话，这个福音的真理，是真清楚伫这个所在做对比。到这个相反呢，到
耶稣所做完全相反的，就是犹太离开这个结婚到去家己的所在，这个是互人绝望，这个互人看见迄个圆有破开伫迄个所在，人看见这的信徒，伊全力来做福音的事工的时，有福音这个问题。使徒甲耶路撒冷的正信徒非常注意使徒团体成做破镜的圆，总是更加要紧。伫这段圣经节，上帝要怎样引带耶路撒冷教会甲11个使徒来行更加大的事。伫这个所在，毋是干那以色列对12个支派的这个意义的认捌，12个是灿烂的时间空间。更加要紧是，这个结婚是主耶稣伊代理人，伊是使者的意思，是要凸显家己的时间空间甲生命神圣的关系。今日这个经文甲咱讲，伫国外的阳光内面，无迄个第一名甲最后一名，因为其中所充满的是圣神、国外的荣耀甲活命的结合，就是指迄个互主互调的集体，也是团体的每一个人。是上帝所批判的文书甲礼物。其实咱今仔日的教会的角色，也要继续这个伟大的使命，造就最多的人来跟对主欢喜做主的使徒。我有一摆对着一个阿嬷，因为教会的插会班14个人来参加。最后迄暝，我要去甲因勉励。我入迄个门的时阵，我无法度插互一记。我轻轻仔佫插，了后发现迄个门的后壁有一个阿嬷，伊伫遐顾伊的迄个花盆。我真自然问迄个阿嬷：“阿嬷，你第几名？”迄个阿嬷拢无甲我应答。敢若甲我认安尼尔，了后我发现我讲了毋对，所以我甲回息咧。我讲阿嬷真是咧，我要离开的时阵，伊佫讲第一句话：院长，我是第一名的前面，就是这个故事第一名的头前，对咱每一个人有啥物款的意义？我迄个时阵。也无法度马上领悟这个阿嬷的意思。佫一摆我甲伊回息咧，咱做老师拢惯势，咱一班有几个人，咱就照成绩来排列，迄个第一名甲上煞尾名。伫咱的学校教育的系统，无迄个第一名的头前即款的话，总是我也未明白这个道理的时阵，这个阿嬷佫讲第三句话，伊讲院长，我们阿美族跳舞的时候，最后一名就是第一名的前面。迄个话佫较深会将所有的人回归这个真奇妙的圆的概念，毋是迄个完全的圆。是有破镜的迄个圆，人看这个伫跳舞的时阵，头伫这个头前这个十步，尾仔是这个女士伫上内底的这个中间的距离是一个人的位安尼尔。总是咱看遮的，那咱若要看这个圆是完全的，拢牵手的时阵，就限制伫迄个中间，有迄个有限性。总是这个破镜第一名的前面，咱若看的时阵，咱通看见
为着这个人留这个空间，留这个机会，留这个生命参与的时阵，咱会这个团体会足大、足勇、足结实，这个是真奇妙的。耶路撒冷教会有破起，这个对外口看是遗憾的。犹太离开这个许多团体，也是真遗憾。那真像无民主同款，总是咱所读的圣经节，要邀请咱进入到迄个伫破镜的迄个中间，记着上帝，互迄个破镜真做圣神的通路，真做快力的加添，真做迄个能量更较大的迄个意义伫中间，咱会当看见这段圣经节的价值。所以第二个，我爱分享的就是做伙来有其主的羊群。对初代教会来讲，许多团结的完全性，代表主耶稣伫咱的中间对口到尾的这个时阵，拢甲咱三甲伫咧。个咱三甲做耶稣个外见证。当适合伊基督的人甲人群，所以这个许多团体的快乐，真清楚是为着要成做耶稣基督，成就主耶稣基督大使命，和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来牧羊，看顾羊群，尤其主的羊群。更较大意思就是见证做耶稣对死个活上天的荣光。23节的所在安尼讲，因就旧两个人，就是名叫做巴撒巴，佮叫犹士多，甲马提亚。24节佮安尼讲，众人就祈祷讲：主啊，你知影你捌众人的心。求你和这个两个人中间指明，到底是什么人是主你所选择的，互伊来得到这个许多的积分。25节，这位分着犹太所离开的这个积分，家己的所在的这个事件，真做邀请，做兄弟姊妹。耶路撒冷教会11个使徒，甲最的门徒。26节，所以安尼讲，众人都这个念口，念着马提亚，这个就是11个使徒，伊就甲11个使徒同咧。咱看见这个真奇妙，上帝圣神所成的工作。11个使徒，正信徒同心合一，徛伫破镜中间祈祷主上帝的旨意甲选择。经文甲咱讲，因着掠看，这个掠着得着这个马提亚，这项事是不加有历史意义伫咱的中间。有一首歌咱真熟，因基督来到你的面前，这个中间有第一节有安尼7款的话，我因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破镜的中间，伫迄个所在找着你。这句话不加符合伫使徒行传1章11节到16节。伫迄个使徒团体的破镜，耶路撒冷的破镜，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来参加祈祷，上帝上水旨意，正伫迄个中间。咱看到伫上尾啊，这个所在，主叫马提亚来得到这个积分，甲门徒、甲使徒来同咧。马提亚是什么人？马提亚的名伫圣经中间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总是
伫即个发生特别事件的时阵，伊要凭啥物来即个叫做假罪师徒来代替即个犹大伫即个所在有真奇妙一只的呼调。上主叫马提亚得到即个积分，是因为伊代表一群点点军队主耶稣的人的性命的毁灭。马提亚咱注意看，伊对耶稣的约翰，一直到主耶稣，最后对耶稣上天的时阵，伊拢伫迄个所在。圣经敢若伫即个所在提起伊的名，必定足强调来保即个犹大的积分的人，是伫主耶稣甲阮中间，对开始到尾出入的时阵，都甲阮相合伫咧，甲阮当做耶稣国外的见证的人。兄弟姊妹，咱相连教会是毋是真侪即款点点甲耶稣做伙？点点伫做见证，点点伫做最这的事工。我有一摆去德国里面照即个宣教中心，因有一栋厝，上悬的所在，有写一个真大的字，叫做 Energy Hall， 反正做中文都是能量屋，是充满快乐的即个厝。我起初时阵，我想着，这绝对是全世界奉献的统计的所在。我想要看咱台湾奉献偌济，总是到顶悬了后，完全无像。这个所在伫真侪迄个圆的岛啊，迄个岛啊顶面拢全世界的地图。迄个卢义学老师捌伫玉山新南伊做老师的，带到台湾迄个岛，迄个圆圆的岛啊，了后遐的宣教师退休的宣教师，有的人已经无骹无法度叮当，总是伊的目睭、伊的喙，伊要伫喘气，所以人用抱来到迄个岛顶，岛啊边啊，有人用迄个轮椅来塞来迄个岛顶，也有伊慢慢夹关下来。我记得迄个时阵有6、7个做伙伫迄个所在，看着我真感动，真欢喜。总是不该要紧，因都花手伫迄个岛顶开始祈祷，开始为着台湾的教会，开始为遮的传教者、教会兄弟姊妹祈祷。迄个别人的能量有是迄个性命到煞尾时阵献互上帝，这个是感动我。所以咱的教会偌济人点军队做耶稣啦，伫教会中有偌济的事工需要咱每一个活命的内涵，无分名分的成就，只有通过圣神所带的教会。是需要坚持军队主耶稣的人，这款的军队主耶稣的人，伫上帝时间内面，真做主荣光的记号。我来到咱的结论，真做上帝，真做主教会的人民，对主有更加多的经历甲认捌的人，这是21节到22节的话。第一项。重视做见证的同伴的人，这是22节的话。尊主最大，互圣神成就的人，祈祷后因来念靠这个所在，就是咱看到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咱会看到你家己无？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看见这个人拢向国外最荣光伫成长的人，坚强的人。服侍的人，互主的旨意、美好的旨意来成就的这个人，互咱真做上帝世代的人民，互迄个破镜的款式有新的快乐，
来成长伫迄个所在，直到咱的教会、咱的团结、咱的事工，那亲像天同款，伫咱四周围美丽的土地出现了美丽的期待，充满欢喜祝福。和12个所代表的迄个灿烂、丰富意识，真做咱军队主耶稣的祝福，互咱真做对开始到尾甲三角、甲主三角行，真做甲使徒当做耶稣对四个活的见证的人，伫神圣的时间、空间、生命的关系内面。你是上帝的唯一，世间无第二个你，我。所以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的这项事。耶路撒冷教会真做宣扬对四个活的主耶稣的时阵，拄着困难，总是因为马利亚准备好，所以多人已经准备好。咱家己相连教会伫成长的过程，咱是不是要有破刻？需要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真做上帝的面。玉山新人院，伊需要也是用这款的感谢、祈祷、奉献来参与。这个图是对我已经真久的图。我头一摆计算数的时阵，阮对这边坐船到对面去食中餐的时阵，会经过一个小小的湖，伫这个顶悬有这个鹅妈妈伫带这个三只小的这个鹅仔安尼啦吼。本来因安尼妈妈伫头前，伊这个三只伫后壁，伫遐伫FF 安尼伫经过，总是用较大的时阵，这个妈妈会识。就拍好开，拿进就12个，我就是识到这个图，然后迄个妈妈就开始迄个影，和遐三只，这个小的这个小鹅啊哈，啊等慢慢啊去哩，迄个妈妈了后就甲因好咧，用伊的视力来好，互因安定到这个图顶悬。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何等期待咱的教会。咱的学校来经验着上帝有准备这款的鹅妈妈伫达教会，要告诉，要互人安全行过迄个破刻，迄个破刻真做上帝信者奇妙的时间、空间甲画面的关系。愿上帝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祝福你家己的话，互阮学习着伫耶路撒冷无教会，使徒12个要开始团队4个活的时阵，迄个破刻，迄个遗憾的事，由我，互阮兄弟姊妹来报伫迄个顶悬，主你也爱阮来报这个破刻。因为这是你对教会的旨意，对新学院的旨意，就是安尼。造就更较多人对开始到尾拢点点啊，军队做耶稣，造就你祝福所有的兄弟姊妹，互因得到圣神充满、圣神的丰富、一生的时间、空间及生命和主你的应当，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17首，圣诗第317首，请起立来吟。
请坐，请备万心来奉献。请起立，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满心感谢阿罗你，伫你丰盛的供应中间，愿福杯满溢，一无所欠。愿所算你互阮的恩典，主啊，阮的心是何等感恩，何等快乐。若毋是你的看顾甲保护，阮哪有现在的平安甲幸福？亲爱的主，阮愿意将阮甘心乐意的奉献献予你，求你感纳，也求你赐福予阮，常常有一粒感恩的心，常常做你所欢喜的事。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来报告教会的重要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玉山新行院奉献主日，感谢玉神前院长董春发牧师特别录影讲道影片，伫本会的线顶礼拜顶面播放，来勉励请安甲报告。希望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祈祷甲奉献，继续支持玉山新行院所有的事工甲教学，而且愿上帝赐福玉山新行院全体师生的学习甲侍奉。请各位兄姐当透过教会奉献的方式
来为玉山新人医奉献。请特别注明，或者是拍电话来教会通知，是要奉献给玉山新人医。另外，关系读经运动，因为疫情的关系，7月份到9月份，新安宫读经本已经放伫教会1楼，予兄弟来领取。7月份到9月份，圣经充满我的经文填充本，会当用顶一季已经完成的来到教会1楼来换取，或者是购买。儿少牧区的时工，儿童组的营会，因为疫情3级警戒时间延长，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所以使其活动暂停举办。另外，关系设立自修班，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期课程7月初4开始，要用线顶的方式来进行。要参加8月22设立兄弟，会当到教会1楼的柜台摕报名表，填写了后交回柜台，或者是下载报名表填写，传到教会的 email， 完成报名就会使。报名到6月30截止。这个时阵，咱来进行牧养代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愿感谢学到你的大能甲恩典。伫100多当前，你找见你的罗卜，伫双连地区设立教会，透过宣教甲教育，将福音分享予住伫遮的人。那今日完成这前辈的脚领，继续福音的工作，求主怜悯看顾，互阮袂记记家己的使命，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主耶稣。亲爱的主，阮恳求你透过双连教会来祝福台湾这块土地，帮助阮看清楚你的旨意，互阮会当尽心尽力做美好的见证。主啊，阮也将心内忧闷的人仰望伫你大权能的手中。主，你的话语安尼甲阮讲，你讲阮应该爱一无挂虑，爱伫祈祷中间将所需要甲上帝讲，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赏赐迄超越人会当理解平安，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所以主，阮恳求你，甲内心忧闷的兄弟姊妹三甲弟弟，赐了更较侪信心甲耐心，互阮常常伫祈祷祈求中间放落阮的忧闷，伫你内底，互阮享受真实的平安。阮也恳求你体贴肉体软弱的兄弟，我们将因交代伫你的手中，求你医治看顾，保守一切。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第513首，圣诗第513首，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
社温，强受苛刻。